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啟示錄第10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啟示錄第10章主要記述係第6個號角與及第7個號角之間係插入咗3個異象，就係本章第10章嘅小書卷同埋7雷，同埋下一章11章1至2節係量度聖殿以及喺殿中禮拜嘅人，以及11章3至13節裏邊嘅2個見證人。本章嘅異象係總結咗前面6個號角，係要引出咗下一章嘅第7個號角。喺本章，主耶穌好巧妙咁提醒咗我哋7年大災難應該係從第8章嘅第1支號角開始，嚟到呢度剛好係正中間嘅時間。從本章第10章開始係後3年半，一直會進展去到天國同埋新天新地。點解我哋可以咁樣講呢？我哋喺下面將會睇到本章嘅第1節，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，披着雲彩，頭上有彩虹，臉面像太陽，兩腳像火柱。呢度出現咗另一位大力的天使。我哋仍然記得喺之前啟示錄5章2節，當冇人能夠打開書卷嘅時候，有一位大力的天使，佢挑戰邊個人可以打開呢卷書卷呢？現在呢位大力嘅天使亦都係手拿着書卷嘅。第2節，他手裏拿着展開的小書卷。呢度我哋就要思考2個問題：呢位大力的天使係邊個呢？呢卷小書卷又係乜嘢書卷呢？有好多學者認為，因為第1節對呢位天使嘅描述，就認定呢位大力嘅天使佢就係主耶穌基督佢自己。但係其實呢個並不重要，亦都唔係呢度嘅重點。約翰既然稱呼佢係天使，佢亦都比較可能只係代表主耶穌基督嘅身份，佢要做一件重要嘅事情，因為佢有呢個特殊嘅身份，所以佢有咁樣嘅表現，有咁樣嘅描述，彷彿就係主耶穌基督佢自己咁樣。第2個問題係小書卷係乜嘢書卷呢？其實本章嘅小書卷同埋第5章封咗7個封印嘅書卷喺原文嘅用字基本係相同嘅，只係喺本章有1、2處係形容佢係小，係能夠被吃下嘅意思。呢度要強調嘅其實係展開的書卷，係指到呢7個封印都已經全部被開啟咗。另一個問題我哋就要問，咁樣呢位大力嘅天使，佢正在代表主耶穌基督係要做乜嘢事情呢？我哋再睇落去，第2節繼續講，他右腳踏海，左腳踏地。第3節，大聲呼喊，好像獅子哮叫，呼喊完了就有7個雷發出聲音。我哋仍然記得封咗封印嘅書卷係代表新舊約聖經當中神一切嘅應許，係神嘅產業嘅契約。現在封印都已經打開咗，就係要贖回全地嘅時候，呢位大力嘅天使佢手裏拿着呢份契約，其實係新舊約聖經當中所有神嘅應許。佢一腳踏地，一腳踏海，並且好似獅子一般咁大聲呼喊，就係要表明佢可以代表主耶穌去收取全地嘅產業啦。佢咁樣嘅呼喊激發起天上嘅7個雷，亦都講咗一啲說話。第4節繼續講，7個雷發聲後，我正要寫出來，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：7個雷所說的，你要封上，不可寫出來。究竟7個雷講咗啲乜嘢說話呢？肯定係唔重要嘅說話。如果係重要嘅說話，主耶穌就會讓我哋知道。但係呢度卻係十分嘅巧妙。呢度天上嘅聲音命令約翰你要封上，卻係提醒咗我哋一段似曾相識嘅說話。喺但以理書8章26節所說2300日的異象是真的，但你要將這異象封住。留意呢度係話要封住，因為它關乎未來許多的日子。但以理書12章4節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隱藏這話，封閉這書。留意呢度話要封閉，直到末時，必有許多人往來奔跑，知識就必增長。
因為現在已經係到咗末時啦，係到咗要喺經文之間往來奔跑嘅時候啦。但以理書12章9節亦都話，他說：但以理去吧，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，直到末時。原來主耶穌基督十分巧妙咁用咗你要封上呢4個字，提醒咗我哋要回到但以理書去尋找，先至能夠明白呢度嘅情況。我哋繼續睇後面嘅篇章，與但以理書互相參照，就會明白現在呢度正係災難過咗3年半嘅時候。咁樣係代表乜嘢呢？雖然經文係並未曾清楚咁表達出，其實敵基督喺災難開始嘅時候，喺7個號角災難開始發生嘅時候，就與以色列人訂立咗和約，並且開始建造聖殿。建造嘅時間大概係220天至到250天之間，大概係7至8個月嘅時間，就正式建造完成。然後佢透過假先知嘅工作去迷惑以色列人，並且假先知好可能係成為咗聖殿嘅大祭司。呢位假先知佢身份上未必合資格做大祭司嘅，只不過佢迷惑咗以色列人。佢後來更加喺聖殿中立起咗敵基督嘅人像，所以聖經稱呢段時間係聖殿被污穢咗嘅時間，就係但以理書8章26節所提及嘅2300日，係敵基督真正佔據同埋控制着聖殿嘅時間。扣除咗之前興建聖殿嘅7至8個月，大概係6年多嘅時間。咁樣亦都解釋咗點解喺下一章將會有聖殿出現。其他嘅細節情況，我哋喺後面嘅篇章中繼續作出對照同埋思考。我哋返回到本章呢度，本章嘅第5節，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手。呢度係一個認真嘅宣告，有如發誓。第6節，指着創造天和天上之物，地和地上之物，海和海中之物。呢度嘅意思係話呢一切都需要贖回啦。第6節繼續講，直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位起誓，說不再有時日了。呢位天使佢嘅身份有如法庭嘅執達吏，佢係拎住法庭嘅文書，警告時日無多了，到了日期就要收回嘅意思。第7節繼續講，但在第7位天使要吹號的日子，神的奧秘就要成全了，正如神向他僕人眾先知所宣告的。奧秘係隱藏、有待開啟或者有待應驗嘅事。聖經總共有10個奧秘。第一係喺羅馬書11章25至36節，係以色列人暫時被棄嘅奧秘。第二係馬太福音13章11至15節，係天國嘅奧秘。第三係羅馬書16章25節，以弗所書3章1至11節同埋6章19節，係教會要出現嘅奧秘。第四係以弗所書5章28至32節，係教會成為基督新婦嘅奧秘。第五係哥羅西書1章26至27節，同埋加拉太書2章20節，係基督在我哋心裏成為有榮耀嘅盼望嘅奧秘。第六係哥林多前書2章7節，哥羅西書2章2節同埋9節，提摩太前書3章16節，係神嘅豐盛成形於基督裏面嘅奧秘。第七係哥林多前書15章51至52節，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4至17節，係信徒復活同埋被提嘅奧秘。第八係啟示錄1章20節，基督手中7星嘅奧秘。第九係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7節，係不法的隱意，就係敵基督嘅奧秘。第十係啟示錄17章5至7節，係巴比倫嘅奧秘。呢度第7節話神的奧秘就要成全了，意思係神喺聖經裏面所應許嘅一切全部都會應驗。本章嘅第8節，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吩咐我說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拿過來。第9節，我就走到天使那裏，對他說，請他把小書卷給我。他對我說，你拿去把它吃光。呢度係相同於以西結先知嘅經歷，
以西結書3章1節，他就係耶和華對我說：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到的，吃下這書卷，然後要去對以色列家宣講。究竟吃下書卷係乜嘢意思呢？我哋喺下面繼續作出思考。第9節繼續講，他會使你肚子發苦，然而在你口中會甘甜如蜜。究竟我哋讀聖經嘅時候係頭腦上知道呢，定係真正嘅喺心靈裏邊消化咗同埋吸收咗呢？假如只係頭腦上知道咗亦都不外如是。假如係心靈裏邊真正嘅消化同埋吸收，係會有甘甜甜蜜嘅感覺。約翰福音6章35節嗰度話，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就是生命的糧，到我這裏來的絕不飢餓，信我的永不乾渴，係相同嘅意思，就係要與真理建立生命嘅結連關係，亦都就係呢種關係係令到肚子覺得發苦嘅現象出現。因為呢度嘅內容係包括咗對罪惡嘅審判，以及將要嚟嘅苦難，因為係與基督一同感受到呢種嘅痛苦。第10節，於是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，把它吃光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甘甜如蜜，吃了以後，我肚子覺得發苦。第二個覺得苦嘅原因，就係好似耶利米先知喺耶利米書20章9節，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，我心裏便覺得似乎有燒着的火悶在我骨中，我忍受不住，不能自禁。原來消化咗神嘅說話而唔講出嚟係苦不堪言嘅。最後本章嘅11節，天使們對我說：你必須指着許多民族、邦國、語言、君王再說預言。呢度相似嘅說話喺天上嘅敬拜曾經出現過，喺啟示錄5章9節，他們就係4活物同埋24位長老唱新歌，說：你配拿書卷，配揭開他的七印，因為你曾被殺，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國中買了人來，使他們歸於神。喺呢度指着許多民族、邦國、語言，係指歷世歷代以嚟所有願意相信聖經嘅人，包括咗今天嘅我哋，係讀到約翰嘅說話而得益。但係呢度第11節特別提及指着君王，係指第17章12節嘅十王，係對日後佢哋出現嘅時候嘅提醒同埋警告。我哋喺後面嘅篇章中會再作思考。喺第11節嘅再說預言，係指到11章15節吹響第7個號角之後嘅預言，特別係以後第7個號角係引進咗7個金碗，係末後嘅大災難同埋傾覆大巴比倫以及建立天國等預言嘅細節。呢啲重要嘅預言喺之前嘅聖經都係未被提及嘅。現在約翰係有幸有呢個身份幫主耶穌基督去講出。喺呢度，對於我哋學習聖經有好好嘅反思，就係我哋閱讀聖經並唔單止係學習頭腦上嘅知識，而係要將聖經吸收喺生命之中，就好似食咗食物一樣。並且因為聖經嘅真理係有生命嘅，係主耶穌基督嘅生命。當我哋食咗嘅時候，呢個生命就成為我哋嘅生命，我哋係需要向呢個生命負責嘅。有啲時候甚至係因此而需要受苦，就正好像主耶穌基督，佢一直都係為咗福音嘅緣故而受苦，係並冇退縮。當我哋向人分享從聖經得着嘅呢種生命嘅時候，就會產生正面嘅效果。對惡人係警告，對相信嘅人就係建立生命。歸納本章第8至到第11節，約翰吃書卷嘅經歷有以下5點。第一，第8至第9節係去向嗰個踏海踏地嘅天使取得書卷。讀聖經係要付諸行動嘅，係要以尋求嘅心向主仰望神嘅說話。第二，係第9至第10節係要吃盡咗，要吃喝同埋消化咗，去享受神嘅說話。第三，係第9至第10節，神嘅話在我哋口中係甜如蜜，神嘅話係我哋嘅喜樂。
第四係第9至第10節，肚子覺得發苦，係要付上代價去經歷神嘅說話，就係與神一起經歷身心嘅痛苦。第5係第11節，係要向人說預言，就係要向人分享神嘅說話。如果只係從讀經得到一啲知識，懂得一啲道理，雖然因着聖經嘅教訓受咗一啲刺激同感動，如果與主係冇建立關係，冇辦法亦都冇能力去活出真理，咁樣所得到嘅祝福其實係微乎其微。只有真正消化咗神嘅說話，活喺聖經當中，先至能夠讓聖經從我哋嘅生命中活出來。但係真係要咁樣去讀聖經嘅話，就必要付出實際嘅代價，係要承認罪惡，係要悔改，係要捨棄，係要追求，係要遵行，係要打破舊嘅習慣，係要不徇人嘅情面，甚至可能會得罪別人，係要捨棄自己，甚至可能要放棄自己嘅喜好。呢啲嘅代價都唔係只係讀咗一啲知識就算數。如果唔能夠徹底去捨己，就唔能夠付上呢啲代價。肚子覺得發苦嘅意思，就係要付上代價嘅意思。如果唔付上代價而想將聖經讀得好，咁樣係不可能嘅。所以必須將聖經消化進我哋嘅生命裏邊，仲需要有願意受苦嘅心志，先至會有影響、有實效。否則用錯咗方法，再讀亦都冇價值，亦都起唔到改變生命嘅作用。願意我哋都係從約翰嘅經驗喺當中有效咁去閱讀聖經，因而得益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